日前解封就要迎接春节10天的年假，预计各地将出现大量车潮。对此，成者高速公路局东山河部区的统一超商，其实对2002年的参与上场的规划，这回经取得营业资格，除了打造明亮空快空间甲动线，卖以绿色树林作为设计理念，结合户外100年老城开半档的改造。我伫1月6號農曆年前正式啟用，包括高水的公仔紅仔表演，甲精彩視覺結合，場面相當盛大。東山服務區重新開幕，長官請用剪。好，請現場的朋友給予。在這些的話，就是工作人員在做。我是綁手綁腳所以我们一直跟以促商的方式来提供，把服务区提供给让厂商来进驻，来帮我们做好相关的营运。那也看到就说有相当的成果，我们高工局在其实满意度我们在说交通顺畅或者是那个路面所以说它的一个满意度总是没有服务区的一个展现好的成绩表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委托民间经营相当的绩效。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借由这个促餐，我们把整个服务区的经营对民众、对用户的服务满意度能够再提升。谢谢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的赵局长，谢谢。经过半年的这个筹备，我们就是以这个在地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榕树龙井在线的提案，我们里面有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在地的厂商那另外我们也在地的请了一些在地的这个农特产，还有这个伴手礼的厂商进来我们也希望真的在在地服务就要对在地有帮助。当然，服务区就是以餐饮甲服务为主，所以经营团队引进将近9成在地知名美食商店甲伴手礼，加上多元的服务，也希望用大新创意，除了让进驻的店家有生理探价，上重要嘛是提升用路人的满意度。是寿司虾卷那目前进驻在东山休息站。那这次呢，虾卷我们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把那个台南在地的永记虱目鱼丸搬到这里来。那本来我们在东山家就有营运的，然后这边就是说在地的台南特色，那经过统一超商重新经营以后，这边更加的活络，更加的美丽，那也引进更多的特色产品，那这边的生意也非常的不错。这边重新改装之后，觉得非常焕然一新，然后有一个全新的感受，然后而且这边有新的进驻厂商，然后也有很多台南在地的伴手礼，还有一些农特产品，来这边就可以完成一次购足的一个满足。过年会特别想来吗？对对对，这个地方会让我过年特别想要过来，对，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可以带自己的亲朋好友来这边走走逛逛。根据各间局表示，去年交通量已经创下历年新高，今年疫情解封，车潮更加可观，所以服务区对着旅客抵达的天困嘛相当要紧。所以各地上大服务区重新开幕以后，嘛希望刺激经济，和游客全新的感受。台湾新闻，军职何乔芳采访报道。